啊，对，那个是鸡蛋，那个是鸡蛋，对，这个是鸡蛋啊，鸡蛋 egg， 鸡蛋，对。然后这个是蒜，是然后这个是青菜，蔬菜，对，这个是刀，然后这个是砧板，还有吗？看看啊，这个是酱油，这个里面有糖、盐和味精，糖 sugar， 盐 salt， 味精我不知道了，味精，这都是锅，3个锅，一个锅铲，对。烫什么？这个一个是糖，一个是盐，一个是味精。对。来。对，这个是刀，他用刀在切。不是爸爸要。对。这个是那菜什么？这个我也不认识，这是什么？我也不认识。反正都是花菜、炒菜。那个面粉。双筷子，对，一双手，2个是双，然后这个是勺子或者是调羹，然后这个是叉子，一把叉子，对，这个也是勺子，大勺子。好。我这边。这是陶碗，它也是碗，但是它是陶做的，陶土做的。然后这个是水壶可以倒水。啊，这个我不认识。抹布，可以出来洗的。ผมลังช่วย จะบอกอาจารย์แล้วครับต้องบอกเขาได้ 是电线，เอาวันนี้这个是勺子，对吗？不是对。对 ，lock， คือมันหนึ่งเสียงอย่างนี้ถึงหลอก这个怎么说啊？又忘记了。小王น้อย是小是吧？你就说碗。ตามันใหญ่ 碗对อันนี้ 也对อันนี้ไม่ตัวไม่รู้脏小对大碗小碗什么ที่ว่าจะไหน盘子，一个盘子，2个盘子，玻璃放在那里面，手表、watch、手表。